我而家身後邊呢度就係綠楊呢一區飲食鋪都非常之缺嘅。咁我哋而家有間鋪係可以即做生意，10萬蚊定售，包埋勞工額。一過去望望綠楊公園行過嚟呢一度，第二間鋪。呢一條街基本上都冇吉鋪，斑馬線喺呢一度，巴士喺對面，成條街都係好適合做飲食，包括停車位都喺附近。就係呢間鋪啦，日本燒肉，5個勞工額，頂手費15萬，包晒邊個爐具，可以即刻做生意。入邊有1200幾尺嘅。我哋而家入去望下呢間鋪啦。眼見嘅所有嘢裝修全部都會留低，你望埋個頂都有設計嘅。日式燒烤做翻就最啱噶啦。望埋廚房同埋廁所位置啊，架撐喺晒邊嘅。咁而家頂手費都唔貴，15萬頂手費，包晒呢啲架撐爐具。如果有興趣開嘅話，真係要盡快。望埋個廁所啦，男女廁呢度。鏡頭前嘅你，如果本身想開餐飲，都唔想煩裝修，亦都有勞工額嘅話，呢一個係你嘅不二之選。有興趣嘅話，後台點咗個頭像會揾到我聯絡方式。金鋪一定店，奧斯卡地產。再見。